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讲苗栗通宵的白沙屯沿海。农历7月是野生的蚵仔大出的季节，尤其是退流水的时阵，总是会看到几啊百个人去伫沿岸来采集到野生的蚵仔。也毋过风台就要来咯，这个海水若是变热，野生的蚵仔就会走味，所以当地乡亲赶伫风台前，把握时间，赶紧来挖这个蚵仔。旧年的7月开始，若到这个考楼，苗栗通宵白沙屯沿海，就会出现袂少民众去伫沿海所在咧采集野生的蚵仔。我食了几十斤啊！一个人哦，啊无敢无。一个人泡几十斤呢，安尼算厉害呢。野生蚵嘛是当地民众补贴家用的经济来源，不过风台要来啊，若是海水落落，这蚵仔的美味会受到影响，民众赶紧伫风台前来学，但是外地人往往拢会疏忽海水的变化，发生受困的意外，尤其是穿这四卡装咧，容易灌入海水，愈危险。最好青蛙装不要穿，也比较安全性。然后就跟随着我们当地的移民本地人这样的话安全性会比较重要。白沙屯的蚵仔虽然无亲像饲的蚵仔遐尔大面，但是伊口感非常清甜。每当这旧历的7月甲8月是产季，现看风台要来啊，民众要前往采蚵仔进前，上好是爱查询天气，甲这调色的时刻，以免发生危险。